7月初3花莲地震了后，台北市考虑要渡境中境的人嘛变较济。不过嘛，因为上湖变电所已经延几啊年，可能会互内湖、上山、中山甲南港这4个所在新建案用电会受到限制。台电回应讲，明年底上湖临时变电所就会完工，可能会当来解决限电的问题。数控3大地震了后，台北市府查出，合来有7成以上的厝龄超过30年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发声进入大渡境时代，也毋过也传出因为上湖变电所拖真侪年，内湖、南港等4个行政区用电超过100千块的新建案用电户，恐惊会有供电危机。因为我觉得不是常态，所以应该还好。我觉得因为这个区域真的就已经高房价，如果还没有办法高服务，要不然房价就要低一点。点开台电官网，伫电网困难线路上，161 kV 设置到民权白线甲红线，拢是供电困难区。为中国电电网，台电证实内湖、松山、南港甲中山，只要用电超过100千块的新申请案，拢要开20万。将遥控下载装置，一旦这个区供电饱和，避免线路跳脱停电，台电会下载新申请用电户，目前也无这款的情形。也毋过限电危机，敢是冲击新建案也引起关注。购屋族如果把供电稳定与否纳为首要的购屋考量的话，这样才会影响到新建案的买气。即使它现在的供电容量其实已经也算饱满，内湖、南港如果是新建的案子、新设的用电要去装遥控的卸载的装置，既有的用电不会影响。台电表示，明年底上湖临时变电所就会完工，到时阵供电资源用电超过100千块的新用电户。可能唔免搁装遥控下载装置，专家也提醒，限电可能对厝内的电器有损害，新住户爱加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